Oh, la colazione del contadino. 嗯，农夫的早餐。对。太多了。好了。OK， 好了。我们昨天从菜园摘了小黄瓜，然后还有拔了那个洋葱哦。你看这个洋葱，然后有洋葱跟这个青葱的部分。然后我们因为有这些材料，所以我们今天的早餐呢可以做2个菜。我们第一个要来做小黄瓜洋葱沙拉。第二个，我们青葱的部分呢，还可以再加上我同学给我们的鸡蛋，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洋葱炒蛋。所以这个鸡蛋，没有那个小的。好，我最喜欢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做我们的早餐喽。鸡蛋要好好的洗一洗。这个都是新鲜的鸡蛋。我同学这个鸡蛋上面都有脏脏的，所以在打开之前先洗一洗。很小。漂亮的。我最喜欢这些小的。Piccolino。对啊，它们的味道比较浓。可是它真的很小，你看这个是大的，一样的。你看有差别呢。OK， 2个大的，3个小的。我们的洋葱。对。这个部分。好厉害。我们现在材料已经准备好了，有小黄瓜跟洋葱，就这样子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开始调味，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放的是盐，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太多。盐，然后我会放一点点的黑糖。一点点的黑糖提鲜，然后再来白胡椒粉，一点点，然后再来这个是那个花椒油，我朋友做给我的花椒油，
是一个大陆的朋友，所以他的花椒油很道地。这个是花椒油，搅拌一下。OK， 喜欢吃辣的就可以多放一点。然后这个是辣椒油，乡村辣椒油。酱油膏，一点点的酱油膏，然后来一点黑醋，最后再来一点香油。然后搅拌一下。这个我觉得它马上做好，你可以马上吃，然后你放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可以吃，我觉得是两个不一样的味道。马上做好的时候吃，就是有脆脆的感觉比较多，然后你大概放10分钟，它水就跑出来了，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水，漂亮，这样子就好了。吃看看吧，你去看看。味道怎么样？完了。OK， 完成。好了，我来做那个红蛋。首先我放些油，沙拉油。再来，我们炒一炒这个青松，沙拉油，那刚刚从那个洋葱上面切下来的那个部分，没错，这个只要炒出它的香味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要那个香味味道出来。其实你不要炒也没有关系，可是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吃，炒一炒比较香。比较香，对。是，就只是炒一炒，先炒一炒，再加鸡蛋。好了，现在我们来顺便我们来一下我们的鸡蛋，加一点点盐。盐。对。好了。胡椒粉。胡椒粉是。这里用的是黑胡椒。我也加一点点，这个是我的方法，加一点点牛奶。然后打一打，为什么你的火要？你要做这个不太大，中火就好了。中火，对。OK。蛋进去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先搅拌一下，让它那个葱的部分跟蛋的部分可以充分的融合一下。融合在一起。
然后开始的时候火是 frittatina. 开始的时候火大一点，然后现在稍微就转中火，让它慢慢的煎。然后形状已经出来了。这样子。这个养一只鸡真的很方便哦。对。要早餐要吃鸡蛋的时候，随时可以去拿。好多的，很多的鸡蛋，每天有鸡蛋。看起来还不错。La mia frittatina. Ecco già il profumino. 已经闻到味道。而且鸡蛋也膨胀起来了，感觉好像很软的样子。对。La frittata del contadino non fu da Honda. 味道很香。好了。完成了吗？好了。哦，我们来准备。好了，我们的材料完成了。Via questi guanti. Io ora shopping in campagna. Sono da panino. Faccio il mio panino, prendo un po' di qua, un po' di frittatina. 青葱烘蛋。Sì. 你吃这么多 No, ok, no, un po'. ok. Devo fare il completo, no? Ok. C'è un po' di questo. 凉拌洋葱、小黄瓜。E poi chiudo. Potrei mettere anche un cheese, no? Vabbè. Così. 不要放 cheese。OK， 今天不要吃 cheese， 比较leggero, no? Già leggero, no? Già. Ok. Così si mangia. Buon appetito. Grazie. Buon?